拜拜。主持人林盛斌級強勢登場。咁細聲嘅喂，大聲啲！哇，可唔可以俾我感受下馬來西亞嘅威力先？Very good！嗱 ，keep 住一個咁開心、咁興奮、咁好氣場嘅氣氛。首先喺度非常之感謝大家今日嚟到我哋呢一度參與我哋今日 Gucci 在手，好氣全有，有提供好能量、好氣場嘅 Filament 五行能量香水冠名贊助，我哋今次嘅爆笑聖鬥士，我係你哋今日嘅主持人，大家好，我係阿邦啊！跟住我哋有黃成雄，大家好！哇，大家熱力四射、愛心爆棚嘅朋友喺晒度啊！之後我哋有梁烈懷，仲有黃喜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馬來西亞嘅朋友大家好。跟住有劉天龍，最後我哋有陳國科。好啦，香港隊喺度啦，佢哋好犀利嘅，有晒口號，有晒隊名嘅，將個時間交俾你哋隊長陶美棠。哇，使唔使咁威啊？頭先彩排冇呢樣嘢嘅喎。我唔知啊，我睇到我攞就攞啦，係咪啊？好，跟住我哋有fans 啊，打天上呢，大家好。哇，交棒，好，我哋兩位企過嚟中間少少好嘛，企過嚟中間少少先啊，好，跟住落嚟第三位，哇，成日派錢嘅 HH Boss， 大家朋友好。跟住落嚟好玩得好搞笑嘅有20。好，20之後我哋有 Amanda， 咁多嘢嘅，因為頭先我哋香港隊冇咁多嘢嘅，你做咩劍嘅？屠龍刀，呢把係2劍。最後一位靚女，我哋靚到爆嘅 Yannis。好啦，嗱，佢哋就齊晒喺度啦。頭先出場咧，佢哋有晒姿勢嘅，馬來西亞。當初不應該，常常後悔沒有把你留下來。為什麼明明相愛，到最後還是要分開？是否我們總是徘徊在心門之外？隨即都有和你相遇在人海，命運如此安排，總叫人不打敗。這些年過得不好不壞，只是好像少了一個人存在，而我曾經明白，你永遠是我最後的關懷。有多少愛可以重來，有多少人願意等待，懂懂得珍惜以後未來，卻不知了分開，會不會還在？有多少愛可以重來，有多少人值得等待？當愛情已經三天殘敗，是否還有勇氣去愛？咁啊，借手俾我嘛，好嘛？等嚟咗係嘛？咁啊，一齊嚟喎！你哋好啊，各位朋友，hello。
幾驚你哋唔識唱歌，咁啊聽我唱咗先咯。沒有一點點防備，也沒有一絲顧慮，你就這樣出現在我的世界裡，帶給我提醒，情不自已。可是你偏又這樣，在我不知不覺中悄悄地消失，從我的世界裡沒有音訊，剩下的只是回憶。你存在我深深的腦海裡，我的夢裡，我的心裡，我的歌聲裡。你存在我深深的腦海裡，我的夢裡，我的心裡，我的歌聲裡。愛情之中有他的星球，執着的守候和我愛的溫柔，冷漠的借口是沒有着落，讓着他們就自己的流浪。世界中有屬於他的地方，別看他在保守自我的夢想，能照亮他們的天堂，我們能成為他們的避風港。停下腳步，因為聽見微弱的呼喚，睜開眼睛，你會看見包容的激浪，伸出雙手，真心關懷，表達有多強的期望。我們每一顆心相互相望，用每一次故事回家祈禱，讓愛成為一道